阿嬷做过来，差不多离现代40-50年以前，早结婚是一种真普遍的现象。15-16岁啊，7少年、8少年就要结婚，是真平常的代志。特别古早人又阁无有节约的观念，所以负责人也真可怜，一个生了又阁生一个。免几年久，还未超过30岁，就生了一拖拉机的囡仔，而且又阁继续一直生，除非生甲未生为止，腹肚较有得到休困。因为安尼的缘故，真侪人伫30外岁啊就做阿公阿嬷咯。所以查某囝得生孙，阿嬷得生囝，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。古早一般家庭生活拢真歹过，囡仔又阁生了一拖拉机，厝内做事大人的，真正是在拖老命，拼要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。日子已经真歹过，阿嬷又阁生一个来斗闹热，阿公心情实际上是真郁卒，总是一条性命来出世。论真来讲，应当着爱欢喜才对。所以阿嬷得做月内，阿公表面上也爱假甲真欢喜。一个人心情若是真欢喜，咱台语就是用痛来形容，安尼咱就可以明白，阿嬷做月内就是讲痛的意思。其实，伫咱台语，讲是第一声调，若是伫一个词的头前，爱改读第7声调。讲伫台语是第2声调，若是下伫一个词的头前，就爱改读第1声调。所以讲痛的正确的注音调，应当是讲痛的才对。讲痛的原来的意思是代志要讲互人欢喜，其实是无影食的话。现今的社会有真侪在讲互人痛的人，其实全部拢是在骗人。总是嘛有一寡人甘愿要互人骗。譬如讲，咱的手机啊，时常拢会收到不明不白的简讯，通知你中到200万，请你赶紧去领。不过爱承认你的金融卡缴偌济税金。你若是有贪心的念头，结局就是互伊骗甲无半滴。总讲一句，无论是讲痛的在骗人，还是甘愿互人骗，拢是出自一字贪。耶稣教是咱安尼讲，着谨慎约束家己，拢无贪心。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咱若无贪心，结局就袂来后悔。阿嬷做月内，差不多离现代40-50年以前，早结婚是一种真普遍的现象。15-16岁啊，7少年、8少年就要结婚，是真平常的代志。特别古早人又阁无有节约的观念，所以负责人也真可怜，一个生了又阁生一个。免几年久，还未超过30岁，就生了一拖拉机的囡仔，而且又阁继续一直生，除非生甲未生为止，腹肚较有得到休困。
因为安尼的缘故，真侪人伫30外岁就做阿公阿嬷咯。所以查某囝得生孙，阿嬷得生囝，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。古早一般家庭生活拢真歹过，囡仔又搁生了一拖拉躯，厝内做事大人的，真正是在拖老命，拼要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。日子已经真歹过，阿嬷又搁生一个来斗闹热，阿公心情实际上是真郁卒，总是一条性命来出世。论真来讲，应当着爱欢喜才对。所以阿嬷在做月内，阿公表面上也爱假甲真欢喜。一个人心情若是真欢喜，咱台语就是用痛来形容，安尼咱就可以明白，阿嬷做月内就是讲痛的意思。其实，伫咱台语，讲是第一声调，若是伫一个词的头前，爱改读第7声调。讲伫台语是第2声调，若是下伫一个词的头前，就爱改读第1声调。所以讲痛的正确的注音调，应当是讲痛的才对。讲痛的原来的意思是代志要讲互人欢喜，其实是无影食的话。现今的社会有真侪在讲互人痛的人，其实全部拢是在骗人。总是嘛有一寡人甘愿要互人骗。譬如讲，咱的手机时常拢会收到不明不白的简讯，通知你中着200万，请你赶紧去领。不过爱承认你的金融卡缴偌济税金。你若是有贪心的念头，结局就是互伊骗甲无半滴。总讲一句，无论是讲痛的在骗人，还是甘愿互人骗，拢是出自一字贪。耶稣教是咱安尼讲，着谨慎约束家己，拢无贪心。路加福音12章15节。咱若无贪心，结局就袂来后悔。